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22，诗篇68篇34节安尼讲：就将权能归予上帝。伊的威严伫以色列的顶面，伊的权能显示伫强冲。三甲来祈祷，权能显示伫强冲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自有永有、永无改变的至权全能上帝。主啊，你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，阁有无限的疼。主啊，因为你是真实、良善、圣洁、公义，用慈悲怜悯款待阮的慈爱的天父。主啊，你的智慧，阮无法度测度。你的所做奇妙伟大，阮受造的人要专心来敬拜你，学老敬畏你的名。主啊，你的目睭伫逐所在伫看，好歹拢伫监察。主啊，你用大权能的手，行大搁通行的事。主啊，我要将权能归予你。你的威严伫阮的顶面，你的权能显示伫强冲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